来到将军的芦笋园，农民则无用到挑选采收。原本2月底就会当收成的芦笋，煞受到旧年风台的影响，生长较慢，产量比以往减2成，价销嘛因为进口多咧啦。进口的入来较济，阮的价销就较歹安尼。请无讲的这个情形咧？请无讲有咯，错无，真歹请啦。讲有的拢做迄个老的是老啦，落迄个啦，剩少年是较无要做安尼啦。落雨也爱来，响雷公也爱来，拢袂当停困，因为伊这拢会一日一日量大，量大的出青。人也无爱甲咱买，所以袂使讲量个成果悬拄好，伊就爱看，逐工爱行。将军芦笋栽种的面积大约50公顷，其中含农会客座占6.3公顷，提供合理的收购价销，确保农民有利润。农会表示，4月大出了后，进口减少，价销就会回稳。另外，该产业有75%的工课拢需要人工，所以嘛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分期包装。即马挂足济，你转来分级嘛是迄个时挂偌济时间，分级嘛是偌即个时间后，会尽讲收购面积了后，商贩所客座面积就减少，所以讲会去靠着商贩要卖出，农业要靠商贩卖出，即个物件，阮会当搁增加收入来减少商贩影响阮产地的迄个力道啦。农会这几档建立红将军品牌营销，含多元通路合作，替将军出产的芦笋拍知名度。23、24号这2天嘛办理展售活动，希望吸引更较侪都市消费者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